你知唔知道咧？關於元宵節有好多中式浪漫嘅冷知識，呢啲都係我哋老祖宗嘅特殊智慧。正月初五咧，唔單止係元宵節，佢仲係我哋中國古代第一個真正意義嘅情人節。而元宵節嘅來歷咧，佢藏住一個好暖心嘅古仔。相傳喺漢武帝嘅時候，宮中有一個宮女叫元宵，佢入宮之後咧，再冇見過屋企人，日日都喺宮裏邊哭哭啼啼。呢一幕佢就被大神東方朔撞見咗，佢決定要幫呢個女子圓夢。於是乎咧，東方朔就喺長安街上邊擺咗一個占卦嘅地攤，逢人就講正月15火神要嚟燒長安城啦。呢個話仲傳到咗漢武帝嘅耳邊，佢就快啲召集大臣去諗計仔。東方朔就假裝掐指一算，火神中意食湯圓，不如就叫元宵咧親自做啲湯圓嚟送俾火神食，仲叫全城嘅老百姓咧掛住燈同埋放煙火，做出滿城大火嘅假象。所以一到咗正月15，成個長安城咧就燈火通明，有嘅掛燈，有啲燒煙花。咁呢個時候，元宵嘅父母咧就進城嚟睇花燈，終於喺人群中見到咗日思夜想嘅女兒。漢武帝咧覺得呢件事又神奇又吉利，於是乎正月初五就叫做元宵節啦。因為呢個晚上全城都放燈，元宵節仲有一個特別浪漫嘅名，佢叫放夜。古時候咧宵禁森嚴，嚟到呢一日解除宵禁，特別允許通宵夜遊，呢個就叫放夜啦。古時候嘅人過元宵咧仲放假，有幾日到10幾日，就好似我哋嘅黃金周咁樣。而道家稱呢一日叫上元節，係天官賜福嘅意思。賞花燈係借口，猜燈謎係暗號，其實係一場盛大嘅相親會。既然見面，少不了要食啲好嘢，佢哋都中意食一啲咧圓碌碌浮起身嘅湯圓。而家元宵節食湯圓嘅習慣就一直延續落嚟，所以就有咗嗰句千古名句：眾裏尋花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，寫盡咗元宵燈會嘅一眼萬年。問題嚟啦，如果你穿越到古代去過元宵節嘅話，你更想同邊個去睇花燈鬧元宵呢？不妨喺評論區話俾大家聽。古人講玉遇良緣，如果你而家去睇燈會嘅話，不妨咧帶上你自己嘅靚玉、各種翡翠掛件啊，或者係手鐲，借助上元佳節嘅呢個吉氣，講唔定喺燈火闌珊處遇到你嘅有緣人。呢個就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浪漫，上元佳節，玉遇良緣。